这个男人原本是全校的骄傲，但却因为膝盖受伤，棒球梦破碎。心中烦闷的他坐在天台上，警方和救护人员都在下面乱作一团。新春也因为他的闹剧没有办法按时放学。新春走上天台，坐在一旁开导鼓励他，并向他伸出手。男人也决定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，不料新春却果断地将他推了下去。男人坠落在气垫上，心中却激动不已，走向新春，提出我们交往吧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由韩孝周和朴炯植主演的惊悚悬疑新剧《幸福》。该剧是以新冠疫情结束的近未来为背景，在新型感染病、狂人病流行的假设下，直接展现末日下人类的欲望和恐怖。12年后，新春成为一名特警，将一名伤员搀扶到房间，命令培训生尽快开展治疗。培训生面对这起突然的事故，紧张得不知所措。不料这只是一场急救演习，培训生因为胆子小、判断能力慢，被新春判定为不合格。此时，一间旅馆内，房间里不断传出诡异的撞击声，前台前去查看，里面却并没有回应，只好拿出钥匙打开门，却被里面的人一把拉了进去。随后里面传出怪异的声响。以贤也成为一名刑警，来到旅馆调查这起杀人案件。走进屋内，一片狼藉，受害者死状凄惨，尸体被衣服盖住，监控并没有拍到凶手逃离的画面。以贤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在房间内四处寻找，在床底下发现了满脸血迹、神情恍惚的凶手。以贤询问他作案的凶器在哪，凶手只是说当时有点口渴，随后不断拿毛巾擦拭嘴上的血迹。以贤察觉到异常，撬开他的嘴巴，震惊发现受害者竟是被他活活咬死了。新春在和盛荣用餐时收到内部短信，只要符合条件，就有3户警察家属能得到特供公寓。此时，新春接到了以贤的电话，他从凶手口中得知，他是服用了药物才导致出现幻觉，而药物是从培训生那得到的。新春前来寻找培训生，眼前出现的一幕却十分诡异。盛荣也一同前来查看，新春只好破门而入，但培训生似乎失去意识，瞳孔涣散，身体扭曲，满脸血迹朝新春扑来。新春只好朝他开枪，培训生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再次扑向新春。盛荣从旁协助，才勉强将他制服。新春让盛荣先带伤员出去，随后再度朝培训生开枪，趁他受伤倒地，将他关在房内。培训生拼命拿头撞着门，新春让盛荣先带伤员去救治。突然听到屋内传出凄厉的惨叫声，培训生不断地向他求救。新春试探性地打开门，培训生似乎恢复了意识。此时，救援人员也赶到。洗手间内，新春拨通以贤的电话，质问他这匪夷所思的状况，责怪他不提醒自己案件的凶险。新春这才发现手掌上的伤痕是刚刚两人缠斗时被抓伤的。此时，一位眼镜男带着士兵们前来视察现场，吩咐士兵们带走感染的培训生后找到新春，因为他刚刚接触了感染者，所以需要将他带走检查。眼镜男听到电话那头以贤的声音，拿起新春的电话，表明自己是重案组的韩警官，新春现在需要隔离调查，之后会与他联系，随即挂断了电话，并让新春上交枪支协助调查。韩警官警告盛荣，刚刚发生的事件必须严密保守，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韩警官没收了新春的手机，此时以贤打来电话，韩警官告知他，因为新春和感染者有接触，所以要被带走调查隔离。以贤猜到是培训生引发的事件，也和他调查的命案有关。韩警官听到他的话，动身前往警署。韩警官赶到警署，吩咐士兵们将凶手也带走。韩警官告知他们，只要被感染者咬到，就一定会被感染。以贤告知他，凶手主张是吃了药才导致幻觉。韩警官让他找到药物再与他联系。以贤让班长给凶手做违禁药物检测，并给他一个号码，让他帮忙追踪号码的位置。随即他来到命案现场四处翻找，终于在床边找到一枚蓝色的药丸。此时接到班长的电话，告知他并没有检测出违禁药品，猜测应该是传染病导致的发狂。以贤来到棒球学院，找到多年的好友，拜托他调查药物的来源。与此同时，新春被带到一所看守严密的地方，在这里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。新春询问韩警官，他是否也会变成培训生那样，随即在中尉面前装作发狂的样子。中尉对他的捉弄深感无语，随即扯下他伤口附近的皮肉用来化验。韩警官让新春陈述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新春当时看到培训生在攻击同僚，便上前制止，但培训生看起来瞳孔涣散，神志不清，像个没有意识的禽兽一样，只想咬人，就算中枪了也感觉不到疼痛，猜测是类似狂犬病的疾病。韩警官让新春在此安心隔离，他的手机也放在房间内了。睡梦中的以贤接到了新春的电话，得知新春的状况，让他安心在那休养，自己一定会抓到犯人。新春想要开门出去，却发现门被反锁了，看着镜子检查自己是否有什么变化，突然发现什么似的，将墙上的贴纸撕下，一团血迹赫然出现。这时四周都传来怪异的声响，新春推开窗，诡异的撞击声更是此起彼伏。原来这里关押着众多感染者，韩警官通过监控观察着他们的状况。韩警官看着新春的人事档案，陷入沉思。次日清晨，以贤好友终于查询到药物的来源，这颗蓝色药丸原本是为了抵御新冠制造出来的，但因为副作用太大就被禁止了。以贤试探性地询问好友，如果这种药丸会引起狂犬病之类的疾病，事情会怎样发展呢？好友告知他，这个药物比想象中扩散得更厉害。以贤忍不住叹气。回到警署，班长已经查到了号码的位置，告知以贤那是一所三流大学。隔离所内，新春刚刚醒来，中尉便让他准备重新接受检查。新春看着其他的房间，猜测这里还有很多感染者。突然看到一间房间没关门，培训生就在其中。新春不顾中尉的劝阻，执意进去，并用凳子将门抵住。询问培训生是否还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，看着他神情紧张，察觉到他还清晰地记得发生的一切。中尉劝诫新春不要靠近培训生，他现在非常危险。新春却并不在意，不断逼问培训生为何会变成这样。培训生提出想喝水，随后便昏睡了过去。
新春想要唤醒他，不料他突然发狂，再次扑向新春。幸得士兵们及时赶到，破门而入，才将他制服。新春看着心电图的变化，还有培训生疯魔的样子，发现房间内四处都是监控。惊魂未定的新春看着监控，质问韩警官是否正看着这一切。以贤驾车赶到那所学校，但是门口重兵把守。从士兵口中得知这所学校已被军队征用，以贤出示他的警官证，但因为这里是军事基地，不能让他进去。以贤只好让士兵向韩警官转达，他让自己找到药已经找到了。韩警官吩咐士兵放行。新春前来质问韩警官是否是他策划两人见面，韩警官表示只是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口渴。感染者发作后就会失去理性，一心只想咬人，频繁感到严重的口干舌燥，就算恢复清醒后也会反复感到口渴。新春还发现他发作时心跳变慢，并且不会感到痛苦，伤口也恢复得很快。韩警官担心会引起人们的恐慌，所以只能将此事保密，并且在低温的情况下发病的速度会变慢。因为新春的检查结果正常，只要他签署保密协议之后，每2周回到这里抽血检查，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新春向韩警官提出条件，让他将自己今年的工作评分加到最高，因为警署特工级警察的公寓需要靠分数来抽签。韩警官爽快地答应他。新春带着桌上的早餐正准备离开，韩警官询问他是否有男朋友。新春直言两人的年龄差异太大了。韩警官摇摇头，告知他光靠评分是不够的，还需要符合其他条件。新春早就有了计划，决心获得特供公寓。新春找到中尉，却得知自己的衣服已经被销毁了。此时以贤走来关心他的状况，新春装作发狂的样子吓唬他。中尉见状，慌忙地抽出电棍，才意识到又是新春的玩笑。以贤让新春再次等待一会，他找到韩警官，将药物扔给他。韩警官看着药物若有所思。新春看着向自己走来的以贤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得知他并没有交往的对象，也并不打呼噜磨牙，提出我们结婚吧。以贤回想到12年前，他曾向新春告白，却被他毫不犹豫拒绝，以为这又是新春的玩笑。新春却说他是真心的。一所神秘组织里发生大规模伤亡事件，韩警官前来视察现场，屋内一片狼藉。中尉告知他，组织中有人给肺炎患者服用了药物，才导致出现这样的事情。特警队内，盛荣看着新闻，紧张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在新闻中看到了韩警官的身影。此时新春找到他，盛荣询问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告知新春曾有记者找到他，只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知他，就会给钱。新春也曾收到记者的电话，劝诫盛荣保守住秘密。盛荣得知新春今天就会搬到特供公寓，甚至因为分数不够，选择了结婚。以贤虽然知道新春是为了分数才和自己结婚，但他还是答应了。盛荣看着新春手上的伤口，忍不住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。此时新春接到以贤的电话，转身离开。新春再回去时，盛荣早已不见踪影。盛荣偷偷找到记者，决定将情报卖给记者。盛荣回到案发现场，扯下衣服查看，脖子上的伤口已经发黑，是那时被培训生咬伤的学员抓伤的。班长调查到韩警官的来历，他原本是传染内科医生，转业后在制药公司上班，并曾因殴打制药公司代表入狱，出狱后又重回部队了。以贤认为韩警官有点可疑，班长让以贤尽量不要和他扯上关系。新春回到公寓停车场，想到盛荣对他说过，被培训生咬伤的那个人情况不容乐观，听说只要进到那个地方，就不可能再活着出来，只有新春一个人出来。新春走下车后，突然一个身影朝他冲过来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新春开心地回到新家，以贤早就开始收拾。以贤打印了两人12年前的合照，那是跳楼事件后警方帮他们拍的合影，让他们在觉得生活很累的时候，就看看这个照片，就会充满勇气了。以贤将画像挂好，准备去给邻居送年糕。新春马上拦下他，让他留在这里收拾屋子，由他去送年糕。新春将年糕送给邻居小女孩，想上楼却发现门打不开。小女孩告知他，这层以下都是出租房，上面都是销售房，所以物业就将门封了起来。新春直接踹开门，小女孩对他的帅气举动崇拜不已。楼上忙碌的律师邻居收下年糕就扔进了垃圾桶。新春来到601室，按下门铃却没有回应。这时女主人回来，新春递给她年糕，她却没有给新春好脸色。女主人回到屋内，她的丈夫却一脸慌张。男人让她先洗手，她却直接走进了房间，拿出包内的蓝色药丸。男人对她大献殷勤，将她带出房间，原来床底下还藏着一个女人。公寓内，新春与以贤终于收拾好新家。新春递给以贤一张10年后公寓成为销售房，再转成共同所有的合约，两人达成一致。新春开始想着新家该如何装修，以贤默默地跟着他，附和着他的决定。入睡前，新春告知以贤，他以前因为父母总是吵架，所以不愿意回家，一直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，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话音未落，便睡着了。以贤起身帮他盖好被子。睡梦中，新春再次梦到了那天培训生恐吓他也会那样。惊醒后，新春依然心有余悸。此时楼上不断传来怪异的声响。次日清晨，还在睡梦中的以贤接到电话，原来是韩警官找到他，告知他因为神秘组织的案件，政府会回收市面上所有的药，也会严惩非法销售者，并上级决定让他们一起调查此案。以贤本想拒绝，却接到班长的电话，无奈只能妥协。韩警官将培训生的手机交给他，让他假扮培训生和销售者交易，随后拿出一袋调查费用，让他逮捕交易人的时候再找他，到时会以搭档的身份协助他。新春听到楼上又传出怪异的声响，准备出门时正好碰上小女孩，她为了昨天的年糕前来送感谢信。小女孩很羡慕新春的警察身份，希望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后也能和他一样。新春安慰小女孩，她以前也因为生病2年没能去学校，但现在依旧生龙活虎。
随后来到601室，质问男人为何半夜一直发出诡异的声响。男人神情紧张，解释只是在挪家具。道歉后还夸赞年糕很好吃，但新春那时并没有见过他。女孩告知新春，那家夫妇2个都是医生，但是那个男人只在家里蹲。新春准备去运动房，看着小女孩失落的表情，知道她一个人在家，决定带她一起去。来到健身房登记后，却被告知只有销售房的人员才可以使用。新春愤然离开。此时盛荣看着镜中自己发黑的伤口，神情凝重。他的妻子也不断打来电话，但他并没有接听。他忍痛拿着小刀划开了自己的手腕，瞬间血流不止。此时新春接到了盛荣的电话，盛荣拜托新春救救他。当时他被抓伤了，因为害怕所以隐瞒了，但伤口却一直不能愈合。新春立马带着他来到隔离所，中尉询问他的伤口在哪，他却展示了自己划开的伤口。中尉感觉并不像抓伤，反而像用刀划的，并且这应该是个新伤口。新春解释自己的伤口也不容易愈合，中尉扯下他伤口附近的皮肉进行化验。新春询问中尉有问题的话会有什么不同吗？中尉告知他，如果伤口周围的颜色变得黑红，那就是被感染了。新春告知盛荣自己先去抽血，让他在这里等候。两人离开后，盛荣尝试挣脱手铐，但却没有办法。新春抽血时，中尉告知他，只要被感染者咬到，一定会被感染，状态也会越来越差，正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意识扑向人类，所以只能监禁隔离。新春询问是否有治疗方案，中尉告知他暂时还没有，现在能做的只有减缓病情的进展速度。新春意识到没有人能活着出去，这件事并不是骇人听闻。两人回到检查室，盛荣却早已不见踪影。新春拨通盛荣的电话，询问他到底在哪。盛荣告知新春，他有一个保证安全还能挣钱的办法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新春再打过去，却无人接听。想到之前盛荣曾说过，有记者贿赂他，希望知晓内幕。中尉也召集士兵们寻找盛荣。新春询问中尉重症患者都被关在哪，得知因为人数众多，都被转移在冷冻货柜车。此时，盛荣拖着凳子偷偷潜入一辆冷冻货柜车，震惊发现这里冷冻着众多重症感染者。此时，士兵们发现车门未关，将门锁住。盛荣听到关门的声音，慌忙跑过去，却为时已晚。无奈拨通记者的电话，让他先把钱打给自己，他就马上把影片发给他，随即打开录像拍摄车内的画面。突然，车厢内的感染者竟都醒了过来。韩警官和以贤社局找到非法销售者，以贤直接将3人打倒在地，得知药物在后备箱，以贤打开里面却有一个被铁链锁着的感染者。韩警官果断开枪，关上后备箱，听到里面还有动静，再连开2枪。以贤拿枪指着韩警官，质问他竟敢当着警察的面杀人。韩警官反问他，在他的眼中，这种东西还算人吗？此时，韩警官接到电话，告知以贤隔离所出了问题，而新春也在那里。与此同时，新春接到盛荣的电话，话音未落却被挂断。新春再次打过去，却无人接听。韩警官得到消息，带着以贤来到隔离所。此时，警报声响起，士兵们也纷纷赶往现场。中尉发现车厢里传出铃声，吩咐士兵将车门打开。新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大喊不要开门。车门打开，感染者们蜂拥而出，士兵们用电棍才勉强将门关上。新春看着被门夹住的凳子，意识到盛荣也在其中，不顾中尉的阻拦，冲进车厢，执意要将盛荣带出来。新春独自一人在感染者中找到了盛荣，但士兵们却将车门关闭。危急关头，以贤赶到将士兵们推开，冲进车厢救出了新春和盛荣，随后朝车厢内扔了一个闪光弹，这才成功将车门关闭。盛荣也被士兵们制服带走。以贤赶紧关心新春是否受伤。盛荣清醒后，新春检查他的伤势和状况。盛荣对新春充满愧疚，担心他也变成这样，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该怎么办？新春走出病房，直言对中尉感到很失望。中尉告知他，为了抵抗那些感染者，已经有5位同僚被感染了，他们还能怎么办呢？以贤质问韩警官，难道只能让他们在这里等死吗？如果他的家人也变成这样，也能毫不犹豫冲他们开枪吗？韩警官通过新冠事件明白了，活下去才更为重要。他也为了守护家人，在努力咬牙坚持着。新春走来质问韩警官，为何还不将此事公布于众，才能让更多人想想应对的办法，不然就将由他来公布。以贤和新春回到家，整理好准备和婆婆视频。婆婆直言，10年前在救护车上看到他们时，就觉得他们一定会在一起的，表示有话要单独跟新春说。此时楼上又传来撞击声，新春只好让以贤去楼上了解情况。律师也来到眼镜男家，询问他为何一直发出噪音。这时以贤也来到这里，眼镜男拉着长发女子一起出来，告诉他们自己妻子得了怪病，会一直乱砸东西。以贤询问女子的身份，眼镜男解释这是妻子美容院的市长，是担心妻子的状况才来帮助的。以贤看着女子慌张的样子，察觉到不对，眼镜男向他们道歉，就准备关门，却被以贤拦住。看着男子袖口的血迹，询问那个美容院叫什么名字。韩警官来到洗车场，当时被手铐捆着的贩卖者已经被感染了，发狂的疯狂撕咬着对方，但还有一个还未发作的人。韩警官果断开枪将感染者击毙，在后备箱里找到大量蓝色药丸，韩警官带着药物离开，士兵们也赶来处理现场。新闻播报：黄人病患者不断出现，人数急剧增长，但政府以病症还未确认为由，只能暂时谨慎处理。小女孩看着新闻，此时父母因为她生病的事情争吵不休，小女孩只好独自出去。她来到新春家中，新春热情地招呼她一起吃年糕。警署内，以贤拨通美容院的电话，得知普院长请了1周的假，长发女也已经请了1个月的假。新春在电梯口看到一个女子，将她当时踢毁门锁的监控画面贴在公寓墙上。女子是公寓推选出来的住户代表，劝说新春谨慎行事。新春反问消防通道封闭的话，万一着火应该怎么处理？公寓代表表示这是小区管理者应该负责的事。
询问他是否认识601号的医生。他投诉最近正被一些突然冒出来的人折磨。新春对眼镜男到打一耙的行为气愤不已。新春回到家，楼上又传来撞击声。以贤来到美容院，看到长发女子抱着一大堆东西准备离开，走上前亮出自己的警官证，希望他能好好想清楚再回答那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此时新春来到601室，眼镜男打开门，新春看着他袖子上的血迹，意识到不对，直接冲进屋内。眼镜男告知新春，他的妻子已经被感染了，只想咬人。新春听到里面似乎没有动静，猜测他应该恢复了正常，鼓足勇气打开门，却被眼镜男一把推了进去。新春看到已经感染了的蒲院长，只好躲在浴室内，但他的眼神似乎对新春充满祈求。屋外，眼镜男拨通了报警电话，新春帮蒲院长打开了门，她径直走向她的丈夫。眼镜男见状疯狂逃跑。此时新春接到以贤的电话，提醒新春千万不要去楼上，但是新春已经上来了。眼镜男一路逃到楼下，蒲院长穷追不舍，小女孩被他吓得一动不动。新春通过血迹找到了她，用枕头将她的头盖住，让小女孩赶快逃跑。危急时刻，以贤赶到将蒲院长制服，随后找到眼镜男，一拳打在他的腹部。蒲院长和眼镜男一起被送往医院。以贤前来检查现场，发现他的家中四处都有血迹，高尔夫球杆上也有明显的血迹，并且在浴室内找到蓝色药丸。警方让小区的住户们都居家隔离，等待政府的指示。住户们纷纷赶往超市疯狂采购物资。韩警官召开记者会，公布狂人病确实存在，分析是一种变异病毒，感染者会疯狂想啃咬人类，发作之前会有极其严重的口渴症状。新春和以贤在家看着新闻，担忧什么时候才能有治疗技术来。以贤让新春不要再独自进入别人家里。新春意识到蒲院长只针对她的丈夫，而且眼镜男将她推进去也不是失误。以贤决定调查此事。新春和以贤准备出门散步，遇到公寓代表，他希望他们能将今日发生的事情保密，毕竟不好的消息会对房价有所影响，这也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。夜不能寐的以贤出门时遇到了眼镜男，他因为检查结果并没有异常，就被释放回来居家隔离。以贤警告他马上就会去监狱隔离的。以贤找到韩警官，将在感染者家中找到的药物交给他，并提出想要见一见蒲院长。中尉告知以贤，他当时身受重伤，是在死亡之前发作，因为病毒才活了下来，恢复正常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死去。以贤意识到他应该是很委屈，想说出要杀害自己的凶手是谁。以贤告知蒲院长，他一定会抓到把他变成这样的人。眼镜男回到家中，不断清洗着墙上的血迹。韩警官来到关押感染者的冷冻货车柜，贩卖者还有一人没有被感染，也被关押在这里。韩警官告知他，公寓里的女人发病了，在他家中发现了蓝色药丸，询问是否是他将药物卖给他的。男子看着自己手腕的伤口已经恶化，哀求韩警官只要能救治他，就愿意说出全部的真相。此时以贤接到中尉的电话，得知蒲院长已经死亡。以贤来到眼镜男家中，告知他刚刚蒲院长已经身亡。眼镜男装出很伤心的样子，以贤并不想看他演戏，径直走进房间内查看，发现眼镜男已经连夜清洗了现场，询问他那个高尔夫球杆也擦了吗？蒲院长的头就是用他打碎的，眼镜男却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。以贤直言，当时蒲院长应该就快被他打死了，但是因为病情突然发作，才没有立即死亡，并且早就调查出他曾因非法手术导致执照吊销，法院还申请了破产。是否觉得妻子消失了，他就可以东山再起？眼镜男反问他有什么证据，以贤喊出证人长发女子，随后给眼镜男铐上了手铐。韩警官找到新春，告知他狂人病会在公寓中扩散。他审问了贩卖者，得知他在公寓的健身房卖出很多药物，健身教练将这说成是减肥药，还对集中精神有帮助。买家当中就有身亡的蒲院长，还有公寓当中很多的住户们，应该还有不少人了隐瞒发病事实，担心会在一个节点一次性爆发。新春让韩警官尽快开展调查，但是因为没有治疗办法，也没有疫苗，公寓住户们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发病，唯今只有一个办法。此时公寓都被士兵们封闭了起来，住户们都恐慌不已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士兵们建造围栏将小区封锁，并将出口都封闭了。韩警官告知新春，幸好健身房只有里面的居民能使用，公寓入住人数也不到一半，所以只能暂时将整个小区封锁起来。但是新春可以出去协助他调查此事。新春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错，当时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就应该将他公之于众。韩警官告诉他，就算这样做，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。新春拨通以贤的电话，告知他自己被关在公寓内了，决心由他来守护公寓。此时以贤正押送着眼镜男走出电梯，正好遇到新春。新春冲上前抱住以贤，以贤安慰新春的时候，眼镜男趁机逃跑。以贤告知新春需要先抓住那人，而新春让他不必担心，现在谁也逃不出去了。律师男接到电话，眼镜男正向他寻求法律援助，告知有警察私自逮捕他。以贤找到眼镜男，告知律师他有杀人嫌疑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眼镜男只好向住户们求救，新春让以贤不要和他废话，直接揍他。此时公寓内广播响起，公寓代表告知住户们，因为狂人病感染者的出现，只能将公寓封锁隔离。下午5点，所有居民将在地下健身房内召开会议。此时小女孩的妈妈还被困在公寓外，小女孩正在新春家中焦急等待着妈妈的消息。终于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小女孩妈妈很感激新春，拜托新春在她回来之前帮忙照顾小女孩，并且她患有心脏病，千万不能避免剧烈运动，也不能流血受伤。小女孩听到新春进来，马上擦干眼泪。新春拨通韩警官的电话，让他尽快前来会面。以贤质问眼镜男是否也吃过那个药物，眼镜男否认，反正公寓封锁他也出不去，就让他老实待在房内。长发女询问以贤，他并不是小区的住户，难道也不能出去吗？以贤让他和自己一起去健身房参加会议。
但是因为他们的丑闻在这里都传开了，长发女并不愿意去。为了长发女的安危，以贤只好将眼镜男铐住。眼镜男不死心的威胁，长发女是小三的事已经人尽皆知，她不仅身无分文，还会被医院辞退，让她明白，现在能帮助她的也只有自己了。健身房内，中尉与住户们视频通话，告知他们考虑到公寓内有感染的风险，接下来的7天只能封闭整个小区，所有的住户都不能外出。为了减少用餐和生活方面的不便，会尽快采取相应措施。以前告知住户们，狂人病发病前都会有特别的症状，比如口干舌燥、黑眼球变小，还会做出一些敲打墙面之类的强迫性行为。安抚住户们只需要忍耐这1周就行了。新春来到停车场会见韩警官，拜托他让小女孩出去和父母团聚。韩警官却告知他，小女孩的父母正在接受检查，他们感染的几率很高，可能因为快递工作很辛苦，所以为了提神都服用了这个药物。公寓代表告知民众们，明天早上会开始发放盒饭。他自顾自地说着，丝毫不在意新春的话。新春和以贤询问健身教练的去向，得知他已经好多天没来上班了。看着垃圾桶里堆满空的矿泉水瓶，察觉到他一直在不停喝水，质问他是否也吃了那个药物。男人却一直否认。面对新春和以贤的逼问，气急败坏地表示他并没有做过什么。此时新春察觉有人在偷看，雇主雇佣的清洁工们也被困在这里。女清洁工解释，这人叫安德鲁，虽然看着有点傻，但是人很善良，小时候脸受伤了，有很严重的伤痕，所以一直不敢出门，都待在家里。但是因为最近所有人都戴着口罩，这才鼓起勇气开始工作。以贤让他们也上交身份证，安德鲁身份证上的头像也被他破坏了。新春发现健身房的男子在秘密通话，以贤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，今晚就待在这里。新春将饮用水搬走，让他坚持到明天早上再喝水，然后将健身房封锁，禁止住户们出入。以贤解开了眼镜男的手铐，警告他自己就在楼下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就算他在逃跑过程中死掉了，也没有人会在意。以贤让长发女去5楼，在内给他准备了应急房间。长发女和眼镜男达成合作，不愿意离开，甚至说是因为生气才给出了虚假证词。那天发生的事情他并没有看到。以贤看着两人狼狈为奸，只能离开。以贤接到韩警官的电话，得知302在直播公寓内部的情况，让以贤尽快制止他，否则只能掐断网络信号。老头询问妻子那天是否接触了感染者，拆开他手腕上的绷带，却并没有看到伤口。此时门铃响起，新春和以贤来到这里，却得知他们的儿子并不在家。以贤看到直播画面，知道了他的位置，他正在601的门口进行直播。新春和以贤找到他，将直播关闭。班长也一同被隔离在公寓内，只好和以贤睡在客厅，小女孩和新春睡在卧室。班长以自己腰不好为由，让以贤睡地铺。以贤看着韩警官那时的新闻，询问班长当时被韩警官暴打的制药公司代表怎么样了。既然是暴行，应该就没有死，疑惑他现在在干着什么。此时韩警官和中尉来到一间严密看守的封闭病房，会长就在其中。他得知韩警官已经公开了狂人病，并且封锁了一处公寓。韩警官告知他，国外目前也是一片混乱，明天政府会宣布封锁国境。会长表示，韩警官曾说过会安静地解决此事，才将他推荐给了上面的人。现在大家应该都很失望了。韩警官解释，有人故意将药物撒向了市场，所以才会导致如今的局面。之前他审问贩卖者时，得知是有人特意告诉他仓库的位置，让他拿走的，而那个人就是会长。会长反问韩警官，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？韩警官直言，感染者增多，才能加快开发治疗剂的速度。与其一个人去死，不如让世界都灭亡。会长警告韩警官，这也关乎他妻子的性命，而且他妻子还怀有身孕，那可是2条生命。原来当时就是会长咬伤了韩警官怀有身孕的妻子，甚至还挑衅的说他妻子的血味道最好。韩警官嘲讽他口渴很难忍受吧。气急败坏的会长一把将看护抓住，撕咬他的脖颈。中尉拔出枪冲着他，会长被铁链锁住。韩警官毫不在意他的愤怒。韩警官确认是会长散布的药物，会将他们的名单都交给中尉，吩咐他将这些人员全部追踪，要找出所有的感染路径。中尉建议将会长和其他感染者一起隔离，韩警官却表示他的级别太高了，治疗剂开发出来会先给他打。目前最重要的是治疗剂，之后他能不能活下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新闻播报，短短2天就增加到了8个隔离所，海外也有狂人病正在扩散，所以决定封锁国境。俄罗斯也因狂人病封锁了国境。新春和以贤准备出门去领取便当，却发现其他栋的住户们将门禁关闭了。他们投票决定，因为感染者出现在这一栋，所以为了公寓住户的安全，禁止他们出入。新春拿到班长的枪，质问他们是他开枪再出去，还是他们直接将门打开。众人只好惊慌地打开门。小女孩对新春的帅气举动崇拜不已。新春和以贤分头向住户们派送便当，黄发男对他的好意当做理所应当，眼镜男也对便当挑3拣4。新春将拿到的衣服交给口罩男，他对这件衣服十分满意。新春一行人来到楼顶，享受着难得的惬意，决定在楼顶用餐。他们分享着食物，一片其乐融融。吃饱喝足后，新春才意识到还没给健身房的人派送便当，赶到后那人却不见踪影，只好四处寻找他的踪迹。以贤拨通了公寓代表的电话，告知他健身房内监禁的男子逃跑了，让他广播通知住户们不要出门。公寓代表却说物业那边不接电话，他们对刚刚的事情气愤不已，要排除他们这栋住户单独开会。停车场内，新春发现了可疑的身影，和以贤一路追踪，猜测他肯定躲在这里某个角落。以贤通过门上的数字成功打开了门禁，却并没有找到感染者。在电梯按键上发现了血迹，猜到他正坐着电梯逃离。以贤看到电梯即将到达，听到里面的传出的声音，连忙拉着新春逃跑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禁。幸得清洁工阿姨帮他们打开了。门即将关闭之时，一只手伸了进来，
冲进公寓，以贤赶忙将他制服，男人却说他只是回车上拿点东西而已，是看着他们跑才跟着跑的。以贤等人正准备离开时，突然一个浑身血迹的男人冲了过来，趴在玻璃门上让他们求救，却被一神秘人抓走。新春和以贤紧张地看着这突然发生的事故。此时安德鲁独自站在高处，看到对面窗帘上的血迹。小区内也出现了众多感染者，场面一片混乱。老太太后背的伤口也开始恶化发黑，她当时不慎被感染的普院长抓伤。小女孩给妈妈发去报平安的短信和照片，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。打开电视发现没有信号，此时手机上收到回信，是小女孩妈妈对女儿的爱意。新春和以贤将住户门封锁。新春接到韩警官的电话，他询问新春是否平安无事。现在应该明白封锁的理由了吧？这时门外的保安也被感染了。韩警官看着监控，告知他们其他栋的住户们都完了。突然，新春听到楼道里传出怪异的声响。新春回到家拿到棒球棍，小女孩明明收到了回信，却还是打不通妈妈的电话。新春让她不必担心，可能是信号不好，嘱咐她乖乖在家看电视，就算有人敲门也千万不能开门。新春这时才发现电视也没有讯号，住户们都紧张不已，搬来许多东西堵住门口。以贤将枪交给班长，叮嘱他好好注意健身男。公寓已经沦陷，但是外面却有点过分安静了。此时公寓代表来到，质问以贤他们到底在做什么。老太太的伤口持续恶化，询问儿子狂人病的症状是什么。黄毛却毫不关心母亲的状况，因为公寓信号封闭，黄毛决定出去找物业处理。以贤无奈带他看感染者留下的血迹，但他却并不相信，转眼间其他人就全部被感染了，认为是以贤想要以此吓唬他，好让自己成为公寓代表。住户们却纷纷叫嚷着要出去，新春直接将门打开，让想出去的人马上出去，却没有人敢迈出去一步，都转身离开。两人将门关上，在玻璃门上挂满毛巾，因为小区广播和通信都封闭了，只能挨家挨户通知其他住户。律师男夫妇来到眼镜男家，他委托律师男帮他解决杀人嫌疑，长发女却偷偷勾引律师男。安德鲁出现让他们到健身房集合。新春和以贤警惕地来到停车场，但是外面依旧安静的可怕。新春意识到感染者一定时间后就会恢复正常，肯定无法接受自己做过的事情，所以会立马回家清洗干净。以贤也想到出入口的血迹有被擦拭过的痕迹，应该是清醒后担心事情暴露清理的。一名保安正在擦拭嘴角的血迹，不敢相信自己做过那些事情。因为信号封闭，新春联系不上韩警官，担忧现在外面是个怎样的情况。以贤猜测感染者人数激增，外面应该也是乱作一团，可能也已经放弃了这里。一处酒吧内，韩警官正在搜查药物的贩卖者，其中有50人正在里面开派对。韩警官让士兵拉下电闸，里面不断传出诡异的撞击声。韩警官吩咐士兵堵住门，千万不要打开，并让中尉疏散附近楼层的居民，将这栋楼封锁。眼镜男对于封闭隔离反倒十分开心，认为他只要安静地待在这里，寻找脱罪的机会就好了。决定在封锁解除之前说服以贤和新春，反正证人长发女会站在他这边。长发女却笑容意味深长。律师夫妇也准备前往健身房，遇上眼镜男。律师男直言住户们应该都很讨厌他，都认为他是这次封锁事件的罪魁祸首。眼镜男气急败坏，说自己是清白的。离开时却发现电梯正在检修中，三人只能走楼梯。健身房内，老太太看着玻璃门上的血迹，惊恐不已。律师妻子关心老太太是否有事，律师男却叮嘱妻子远离老太太，担心她有感染的可能。妻子对冷漠的丈夫十分无语。居民们都聚在健身房，班长告知他们外面现在很危险，其他栋都已沦陷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老实待在这里。律师质问有谁看到过感染者，发现目击者都是租户们。他并不相信底层人的言论。短发女出面为哥哥打抱不平，嘲讽律师男并没有办公室，而是在家中营业。两人争论不休，公寓代表劝说两人先冷静下来。眼镜男将钱包高高举起，扬言只要有人愿意去外面搞清楚如今的情况，会给每人20万韩元。律师妻子认为既然外面有感染者，更应该内部团结一起分享食物。眼镜男并不理会，提出加高金额。清洁工们纷纷举起手，愿意为了金钱而冒险。以贤和新春视察了各个楼层，告知公寓代表暂时还是安全的。公寓代表决定开启电梯，新春劝告他最好不要乘坐电梯，不然在那封闭狭小的空间遇上感染者的话就是必死无疑。以贤质问眼镜男竟来到这里，明明说过让他老实待在家中。律师表示紧急逮捕令超过48小时后就只能无罪释放。以贤质问他们是否知道眼镜男是杀人犯，众人听言都神色复杂。眼镜男慌张地向众人辩解，其他人都不予理会，纷纷离开。新春抓住眼镜男的衣领，警告他不要对长发女动歪脑筋，不然就会死在他的手上。班长告知以贤，眼镜男募集了人出去打探情况，面对金钱的诱惑，总会有人愿意妥协，只能说晚上太过危险，将事情拖到了明天早上。新春质问健身男刚刚是想去哪，明明知道公寓都被封锁了。他解释是回车上拿东西。新春意识到他有所隐瞒，以贤也从监控中发现他偷喝水的画面，只好将他铐在健身房内。中尉正在向议员们介绍狂人病，目前有3种传染途径：被咬、被抓伤或者服用了蓝色药丸，但目前没有治疗办法。韩警官表示1个月后会有新的研究结果，但隔离所内感染者超过一定数量的话，最长1周内就会全部完蛋了。众人听言都忧心忡忡。中尉表示新研究不可能实现，韩警官表示这只是拖延计策，不然解决办法就只有杀光全部感染者，只能让中尉扩大封锁地区，为了救活更多的人，只有这一个办法。看着手中新春的档案，表示在等待一个答案。
以贤不想再坐以待毙，决定出去看看。新春不放心以贤，跟着他一同前去。眼镜男将钱交给清洁工们，新春本着不要白不要，向眼镜男伸手要钱。众人都全副武装，公寓里却依旧十分安静。黄毛也跟了出来。眼镜男将门关上，露出阴森的笑容。众人来到公寓门前，新春认出保安就是之前门外发狂的那人。清洁工拍打着门，却满手都是血迹。以贤意识到不对，警惕地带着众人离开。健身房内，公寓代表质问健身男是否真的被感染了，直言他在美国也吸过大麻，回到韩国也改不掉这个毛病嘛。气氛是为了让他和住户们拉近关系，才让他待在这里，竟然还做出这样的事。原来两人竟是姐弟关系。公寓代表准备坐电梯离开，想到新春说过的话，正准备从楼梯间离开，此时门外却有人拜托他开门。公寓代表刚要开门，却看到男人脖子的伤口和指缝里的血迹，将水倒在地上，询问他是否口渴。男人再也忍不住，发狂地扑向玻璃门。新春一行人来到超市，准备先带回去一些应急物资。此时发现缩在角落的收银员，其他人还在疯狂扫荡超市。安德鲁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其他人看到地面的血迹，也都十分惊恐。黄毛一路跟着血迹拍摄着里面的画面，发现了许多感染者。危急时刻，安德鲁及时出现，救下了他。收银员解释，有很多奇怪的人涌进了超市，他因为害怕，所以躲在了这里。清洁工夫妇看到血迹，惊慌地逃离。过门进时，却发出警报声。感染者们听到声音冲了出来，众人慌忙逃离。新春和以贤将门拉下，意识到安德鲁和黄毛还在里面，准备进去营救他们。幸好两人及时冲了进来，才躲过一劫。新春一行人带着物资回来，公寓代表却不肯开门，担心他们也被感染了。眼镜男还播放了蒲院长发病时的录音，决定就此解决新春和以贤。此时周围不断传来诡异的撞击声，班长出现夺下眼镜男的手机，小女孩帮忙打开了门，众人才得以进来。以贤气愤地摔了眼镜男的手机，才关停了录音，找到眼镜男，将血迹都涂抹在了他的脸上。眼镜男顿时惊恐万分，崩溃尖叫。死里逃生的黄毛却还在得意，认为网络恢复之后靠着这段视频就能大火，却发现手机不见了。以贤清洗了手上的血迹，因为他刚刚冲动的行为和新春道歉。新春抱住以贤，安慰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公寓外民众们都在抗议政府擅自隔离居民。此时中尉向韩警官禀报，有发病状态的感染者从公寓内逃脱。韩警官面对民众的抗议，决定让中尉将感染者放出去给人们看看，不要发生伤亡，及时将他制服，要让人们清楚事件的可怕性，才能拖延时间研制抗体。餐厅内，会长感谢韩警官让药物可以顺利售卖，原本以为堆积的蓝色药丸都只能自己吃完了。韩警官表示，虽然这个药物治疗新冠失败了，但是对于治疗成人多动症还是有效的，并且对提高集中力也很有帮助。此时韩警官的妻子也来到了这里，他刚刚去买了婴儿用品，满心欢喜，准备迎接这个小生命。韩警官突然接到临床中心打来的电话，得知服用了蓝色药丸会出现撕咬人的症状，但明天就是最终成果公布的日子了，只好吩咐手下立马将人送去医院，并且保守住这个秘密，反正也没有死人，只要给他们支付治疗费用和赔偿金就好了。此时餐厅内传出响声，韩警官走进去，竟发现会长在撕咬他妻子的脖颈。面对妻子求救的眼神和已经发狂的会长，韩警官崩溃不已。公寓代表家中十分简陋，和他平日光鲜亮丽的形象截然不同。原来他拼命想当上公寓代表，都是为了钱。呵斥丈夫没有早点发现健身房的事情，想到解除封锁以后，整个公寓都要翻修，电梯、内部装备也要全部换掉。转换思维，觉得这也是一个圈钱的大好机会。为了能顺利当上公寓代表，决定说服公寓里有影响力的人。随后来到新春家门前，却只有小女孩在家。恰好此时新春和以贤回来，公寓代表为今天白天的事向他们道歉，解释看到血迹，任谁都会误会的。他假意关心小女孩，却被小女孩反怼，顿时哑口无言。岔开话题询问新春和以贤是怎么相识的，看到客厅的照片，尴尬表示，看来两人的缘分很深。小女孩并不信任公寓代表，新春也不信任他。眼镜男还在疯狂洗脸，从长发女这里得知，妻子一直服用的药物是从健身房那里买到的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起身离开。长发女趁他离开后，偷偷在家里翻找着什么。以贤和班长离开时，他发现电梯从6楼去往负1，让班长先回去，借口有东西落在那里。眼镜男来到健身房，询问健身男是否将药物卖给了他的妻子，也就是6楼的蒲院长，表明他并不是来报仇的，反而很感激他，是想找他购买那个药。健身男依旧说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眼镜男威胁会将他感染的事告知住户们，将他赶出公寓，随后拿起一筐健身球向他砸去。以贤在门外观察着他们的动静。律师接到视讯，一个男人看到传单上的电话来找他做法律援助。律师男听说外面其他洞遍地都是感染者，男人否认这件事，表示感染者都被锁在儿童图书馆了，是因为爷爷祖坟的事想和他面谈，会在负1楼等他。律师男瞒着妻子准备偷偷前往。律师妻子查看访问记录，发现丈夫打算和其他洞的人见面，找到新春将事情告知他。新春却立刻将门关上，随后拿上棒球棍前往负1楼。被铐着的健身男发病了，疯狂拉扯着眼镜男。以贤走向前，眼镜男哀求以贤救救他，以贤却说他消失的话对这个世界更好。与此同时，律师男来到负1楼，却发现这里也连不上网络。男人告诉他走到外面才有信号。律师男子只好研究怎么开门。以贤救下眼镜男，命令他之后最好老实待在家里，不要再轻举妄动了，不然就将视频曝光，让大家知道他和感染者接触了。以贤和健身男对话时，眼镜男默默拿起器材欲偷袭以贤。此时新春正赶往负1楼，眼看门就要被打开，新春将律师男一把推开，用尽全部力气将门锁上。律师男并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反而责怪新春害他错失案件。
新春无奈表示，刚刚要不是自己及时赶到，现在要进祖坟的人就是他了。眼镜男偷袭不成，反被以贤打了一顿，只好仓皇逃离这里。被赶来的新春一脚踹翻在地。律师夫妇来到健身房，看到发狂的健身男震惊不已。以贤告知清醒后的健身男，住户们正在讨论怎么把他赶出去，质问他那时为何跑去外面。原来他是回到车上找剩下的药物，他原本想忍耐的，但是因为眼镜男的不断逼问才发作的，并告知以贤他已经将药物在车里的事情告诉了眼镜男。新春找到口罩男，希望他明天能参与投票，让健身男不被赶走，但口罩男坚持在封闭解除之前绝对不会走出家门。眼镜男偷偷来到地下停车场，找到健身男的车，成功拿到了蓝色药丸。公寓住户们在健身房内召开会议，律师男将健身男发狂的视频给他们看，希望他们能投票将他赶出公寓。新春询问住户们当中是否有过新冠患者，老头举手表示他以前感染过。新春询问他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才患上新冠的吗？老头解释他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和朋友吃了顿饭而已。新春表示，虽然这次狂人病和新冠不同，也能理解大家的害怕和不安，但是如果这变成了自己或家人的事，还能做到将他们都赶出去吗？律师男让住户们举手表决，最后的结果却是平局。这时，口罩男全副武装的来到了这里，投票同意健身男留下，随后立刻转身离开。投票结果，健身男可以留下。新春提议住户们2人一组，轮班看管他。会长看着民众抗议的新闻，听说是韩警官提议对于感染者较多的地区进行出入管控，并且到现在也没有研发出治疗剂，只能靠低温缓慢病情，或者用镇定剂和安眠药拖延时间。韩警嘲讽会长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，最多就1个月了。会长说韩警官的妻子也是一样，是和他差不多的时间感染的，提出将公寓电闸关闭，也不要给食物，让感染者们自生自灭。中尉担心如果公寓停电停水的话，除了感染者，其他人也会死掉。韩警官让他去查断电的时间。黄毛翻看母亲手机的相册时，却看到了他拍摄伤口的视频。此时收银员出现，询问他是否丢失了手机，他曾在门口见到过他的手机。黄毛立马表示愿意出钱让他帮忙找回手机。新春来到口罩男家，口罩男表示他收集了很多军用粮食储备，问新春要不要进来看看。公寓代表找到健身男，解释并不是真心想将他赶走，听到以贤前来的声音，将水杯留给他便离开。今天由短发女兄妹负责看管健身男，以贤告知他们，如果发现健身男感到口渴的话，千万不要给他水喝，马上到5楼来，然后将手铐的钥匙交给短发女。以贤质问健身男刚刚和公寓代表说了什么，健身男告知以贤刚刚投票的口罩男也购买过这个药物。以贤听言立刻离开。黄毛和收银员来到1楼，黄毛让收银员快去快回，他留在这里把风。2人将堵住门禁的桌椅都搬开，收银员走到外面寻找手机，刚找到手机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看着男人诡异的笑容，收银员害怕的连连后退。以贤回到家寻找新春，却发现新春并不在家中，从小女孩口中得知新春和口罩男一起上楼了。以贤意识到不妙，慌忙赶去15楼。短发女兄妹又因为房子的事情发生争吵，走出门外，短发女因为一直被不平等的对待，哥哥还一直觊觎房产，委屈的哭了起来。哥哥见状也只好道歉。2人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奇怪的撞击声，前往查看。收银员和黄毛冲进公寓，从电梯逃离，感染者们也都涌入公寓。短发女兄妹打开楼梯间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。这时一个男人扑上来，疯狂撕咬哥哥的脖子，并将他拖走。短发女惊慌逃跑，躲进健身房，将门锁上，再用凳子将门堵住。健身男询问他外面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赶到15楼发现只是虚惊一场，只好解释都是一场误会，是因为太想念新春了才会冲上来。以贤四处检查新春有没有受伤，他之前被抓伤的伤口迟迟还未愈合。询问口罩男的家中是否有什么异常，口罩男的父亲是外交官，他从小就往来于非洲和中东，他感觉地球距离灭亡不远了，所以囤积了很多应急物品。小女孩一个人在家，门铃不断响起，但是画面中却没有人。他将保险栓打开，门外出现一个诡异的男人，伸进手想要将门打开，幸好小女孩及时将门关上。以贤和新春回来，质问他是怎么进来的。男人说1楼的门开着，谎称他并不会咬人。新春让他将嘴角的血迹擦干净再撒谎。以贤握紧了手中的棒球棍，警告他赶快离开。男人仓皇逃离。新春得知班长去了2楼就再没回来，叮嘱他乖乖待到家里，有人敲门也不可以打开。以贤将男人赶出公寓，猜测公寓里还有其他感染者，他刚刚可能也咬了其他人。短发女躲在健身房内，健身男一直劝说他放自己出去，愿意帮助他一起逃离这里，谎称他并没有被感染。短发女打开门，将手铐的钥匙扔了进去。健身男第一时间冲向饮水机，拼命喝水，但还是解不了渴。他将目光看向了短发女，短发女夺命狂奔到停车场，突然一个黑影朝他袭来。新春和以贤视察公寓，看到消防门上的血迹和掉落在地的短发女的手机，健身男也不知所踪。以贤发现了公寓代表留给他的水杯，健身男还瘫坐在饮水机旁。以贤质问他短发女兄妹在哪里，他却说什么都不知道。以贤正欲给他铐上手铐，健身男突然扑向以贤，新春从旁协助，还是难以将他制服。关键时刻，韩警官赶到，果断将健身男击毙。新春护送短发女离开，以贤看着这健身男的尸体，帮他合上了眼睛。短发女惊魂未定，韩警官拿出安眠药让他先好好休息。新春询问韩警官他的伤口一直不愈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韩警官解释是因为他的体内还留有病毒，并且小女孩的父亲已经被感染了，但他的母亲现在还没有事。如今不只是公寓内，全球范围的狂人病都很严重，让新春召集住户们开会。班长和清洁工们躲在屋内，以贤找到他，但他们都不敢开门。班长打开门，一把抱住以贤，清洁工们却趁机将门关上。班长原本是想到2楼领取生活用品，但紧急出口那边突然出现一批感染者，幸亏有牧师在，所以才没有受伤。当时牧师举起十字架，感染者们突然都不敢再靠近他。以贤询问1楼的门到底是谁打开的，清洁工告知他是黄毛和收银员开的门，但他们都坐电梯逃离了。
黄毛此时还在整理他拍摄的视频，收银员很担心楼下的状况，但他却并不在意。黄毛将手机还给母亲，随后呵斥他赶快出去。老太太欣喜的以为儿子终于有了女朋友，老头却戳破现实，没有人会喜欢那种游手好闲的家伙。以贤找到黄毛，质问是不是他们将1楼的门打开的。黄毛谎称他们2个一直待在这里。以贤揪住他的耳朵，检查他是否有受伤的痕迹。黄毛只好承认是因为太害怕才逃跑的。以贤发现他竟然只是为了这些视频，就不顾所有人的安全将门打开，警告他不要再轻举妄动，因为他的失误，有1人都失踪了。韩警官打开天台的楼道，里面是被感染的保安。以贤也来到天台，韩警官却说这里并没有感染者，解释他是为了阻止狂人病事态扩散才来的。以贤询问新春的伤口一直不好，是否有什么问题？韩警官说只要伤口附近的颜色没有变化就行，狂人病病毒只要没有进入大脑都不会被感染。和新春一样的人只有4个，但都只是时间问题，躲避不了被感染。治疗剂目前还没有研制出来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，除非找到了抗体。新春嘱咐韩警官暂时不要对小女孩说出真相。韩警官表示小女孩妈妈有话要转达，所以要和她单独聊一聊。韩警官看着小女孩的鞋子，想到了她未出生的孩子，告知她的父母都很想她，只要她愿意就可以和她一起出去，新春也能一同离开。住户们此时正闹得不可开交，公寓代表质问是谁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召集了住户们。韩警官表示他是危机应对中心的中校，居民们还欣喜地以为封闭解除了，但结果却是整个城市都会被封锁，今晚公寓里也会断电。此时警报声响起，公布现在整个城市都被封锁。眼镜男面对这个局面暗自窃喜。韩警官说现在外面也很危险，公寓4天后会解除封禁，因为在发电所内部也出现了感染者，除了必要的区域全部都会断电，城市全体都会禁止外出。公寓代表鼓励大家再坚持一下，4天也不是很久。韩警官让住户们赶紧回家充电，将洗碗池和浴缸都接满水，一旦断电的话谁也会得。小女孩虽然很想出去见到父母，但她觉得韩警官很奇怪，似乎对新春有什么目的。新春看了看手上的伤口，拿上剪刀来到天台，天台的楼道里还不断传出撞击声。新春将小女孩的信件转交给韩警官，质问他来到这里的理由。韩警官说他只是来找一个很小的可能性。新春意识到他是来带走他的，但是却不知道理由。韩警官在新春的血液里检测出了抗体，所以想要确认这个抗体是否有用，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让感染者咬他。随后拿枪将门锁打开，感染者立即扑向新春。韩警官看着这一切果断开枪。健身男明明死亡，但尸体却不见了。以贤查看监控发现，韩警官的手下已经将他的尸体解剖带走，意识到他这次来这里的目的是带新春回去做研究，让班长在电梯口守住韩警官。他直接冲向天台，小女孩听到的枪声，很担心新春，告知以贤新春拿着剪刀出去了。以贤安抚他不必担心，回家锁好门。电梯到达1楼，韩警官举着枪，带着昏迷的新春出来。以贤赶到1楼，新春已经被韩警官带走了。以贤拼命追赶着韩警官的车，帅气翻身上车，将枪对准他。韩警官正欲拿出枪，新春抢先一步拿到枪，警告他如果不想死就不要乱动。韩警官震惊，明明给他注射了可以让大象都睡着的镇定剂。以贤赶忙检查新春有没有受伤，新春命令士兵们都将枪放下。韩警官询问到底要怎么做，他才愿意接受检查。以贤一拳打在韩警官脸上，新春连忙将以贤护在身后。新春为了治疗技能顺利研制，还是决定接受检查，拜托中尉给住户们准备便当。既然已经将健身男的尸体带走了，起码要告知他的家人。中尉让新春不必担忧他的母亲，韩警官已经都处理好了。以贤质问韩警官为什么要切开健身男的大脑，韩警官解释，狂人病感染者的大脑血液有时会有抗体出现，但是却不能穿透大脑。但在新春的血液里检测到了新类型的单性抗体，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检查，但是很有可能可以通过血液进入大脑。以贤意识到新春现在的重要性，向韩警官讨要武器用来保护他，质问他进到公寓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韩警官直言是为了钱，很多有钱有权的人都被感染，要是知道新春的血液里有抗体的话，哪怕抽干他的血也要换自己活命，所以为了能顺利研制治疗剂，才隐藏了这次计划。新春和以贤将便当发放给住户们，随后来到天台，当时韩警官只是打伤了感染者的肩膀，那人清醒后就逃离了。韩警官趁机给他注射了镇定剂。牧师询问公寓代表是否真的要和眼镜男合作，他并不是想和他合作，只是想找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的人。这时班长来到这里，想要感谢当时牧师救了他一命。公寓代表请他进来看了眼他的枪，似乎有了什么计划。律师男出门扔垃圾时遇到了长发女，他一把抱住律师男，向他寻求帮助，坦白是眼镜男杀了普院长，担心他也会受到伤害，本来想着离开这里就会没事了，但是又遭遇了封锁。律师男回到家，看着妻子眼中充满了嫌弃，律师妻子也发现了丈夫衣服上的口红印。眼镜男将药物提炼注射到饮用水里，韩警官吩咐中尉将新春的血液送去检查，感叹明明给他注射了大量的镇定剂，竟然都不起作用，猜测可能是因为体内残留的病毒，恢复能力快也是感染者的特征，嘱咐中尉秘密行事，不能让高层的人发现新春的存在。小女孩的父亲已经是重症感染者，母亲也被感染了。韩警官将信件交给中尉，等小女孩母亲清醒后再给他看。短发女突然收到哥哥打来的视讯，万一他要是出什么事的话，拜托他照顾他的家人。这时公寓突然断电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清洁工担心他们住在2楼，万一感染者闯入的话，他们就会最先遭殃。想要搬到之前打扫的11楼，那里现在也没有住户，但公寓代表担心这样会涉及法律纠纷，只好召集住户们开会决定。眼镜男看不起穷困的清洁工们，反对他们搬到楼上，反正隔离时间也就剩下3天了，只要忍耐一下就过去了。短发女告知以贤，他的哥哥曾联系过他，但是因为突然断电，就失去了联络。外面下起了雨，两人去天台取雨水备用。班长因为上次受到了惊吓，总是不断做噩梦，还一直拿着十字架祷告。短发女很担心哥哥的安危，来到1楼，看到正蹲在门外喝雨水的哥哥，询问他伤的重不重，有没有被感染。清洁大妈告知以贤，在3层和4层中间的楼梯间里发现了可疑的东西。两人来到短发女家，质问带血的毛巾是不是他扔的，短发女连连否认。以贤和班长一起来到停车场，在外面发现了他们分发的盒饭，担忧公寓内还有感染者潜伏，班长不希望再闹出事端了。他的妻子乳腺癌复发，重病缠身，
他只想要离开这里，回到妻子身边。以贤也觉得他们能做的并不多，决定就安心度过这2天隔离期，等待封闭解除。楼上却再次传来撞击声。中尉告知韩警官，临床实验的13号药物有效果了，72%的重症患者都有好转。盛荣现在也没有了口渴的症状。韩警官检查他的状况，他原来是素食者，现在却十分爱吃肉了。中尉让他在这里好好康复，不必担忧家人。新春的血液分析还没有出结果，韩警官让中尉将13号药剂送给上级。短发女悄悄从楼梯间来到11楼，出来的时候碰到新春和以贤，短发女只好承认她的哥哥就在里面。以贤询问她是否在1楼吃了便当，短发女哥哥解释是眼镜男给她的，她已经知道了他被感染的事，想让他和他一起进公寓，但他拒绝了，他很害怕自己会咬人。新春让他们2人都必须居家隔离，之后再向医护人员说明情况。收银员借住在黄毛家里，2人都察觉到家里经常发出撞击声。黄毛在母亲的手机中发现他后背上有伤口，猜测他已经被感染。他丝毫不担心自己的母亲，只在乎他自己的安危。今天是封锁解除的日子，但是公寓内依旧没有信号。住户们聚集在健身房，有人秘密送了1箱水放在这里。眼镜男问这是公寓代表准备的吗？他顺势接下这个功劳。以贤提议大家一起出去看看，却没有得到回应。以贤让新春不要喝水，担心万一里面放了什么。此时警报声响起，宣告原本预计今天解除封闭，但从此刻起无期限延长。住户们都崩溃不已，但眼镜男似乎早已料到这个结果。眼镜男回到家，律师男却出现在这里，解释是来给长发女做法律咨询。原来健身房的水都是眼镜男送去的，里面应该都被他注射了药物。黄毛告知住户们，他的妈妈似乎有点异常，发现了他拍摄的伤口视频。收银员和老头都解释只是因为皮肤干燥而已。公寓代表提出将2楼的食物都分发出去，清洁工气愤，这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。新春决定不再放任公寓代表了，老头让收银员去别的地方，留在这里可能会有危险，但收银员并没有可以去的地方。老头告知老太太，收银员已经有了可以居住的地方。新春和以贤来到公寓代表的家，看着简陋的装修，意识到他并没有在这里生活的打算。以贤拿出水杯质问他是否是他的水杯，猜测他拼命想要担任住户代表，就是为了以此受贿。健身男也是为了帮助他才进来的。新春放出狠话，绝对不会让他如愿当选住户代表。班长前来找牧师做祷告，公寓代表想到新春手上的伤口，询问他新春是否有哪里不舒服，他手上的伤口是否是被感染了。班长之前看到新春浑身是血，被韩警官带走，询问他有没有受伤，手上的伤口是什么时候的？新春说只是被朋友不小心抓伤，不太容易愈合而已，让他不必担心。黄毛回到家，父亲正守在母亲门前，他将食物都收集起来，来到2楼，祈求他们收留他，害怕母亲感染了，自己会有危险，想要和清洁工们一起住，还带来了许多食物和水。清洁工夫妇想着食物越多越好，但是已经没有房间了。清洁大妈主动说她愿意出去，分一点食物给她就行。安德鲁担心没有人会接纳他，大妈表示实在不行就去住地下室，感觉一个人在那里也更自在。安德鲁递给他一个苹果，嘱咐他小心一点，现在的人越来越坏了。眼镜男找到公寓代表，说有个东西想要给他看。2人来到11楼，他当时就看到短发女将感染的哥哥藏在这里。公寓代表打开门惊声尖叫。新春拿着对讲机找着信号，想要和外界取得联系。新春想要知道当时以贤不能打棒球后是靠着什么才撑了过来。以贤当时都是因为新春才重新燃起了希望，他那时真的很沮丧，虽然在他面前装作若无其事，但真的很迷茫。被新春推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就想明白了，所以一直都很感激他。公寓代表气愤找到2人，质问他们是否知道感染者就藏在11楼，并说都是眼镜男带他去的。3人来到11楼，短发女哥哥跪在地上祈求他们救救他，他只是看了公寓代表一眼而已，他真的很想要活着出去，见到他的孩子们。以贤只能将他暂时靠在楼下。短发女哥哥拜托他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妹妹，并说撞击声并不是他发出来的。2人找到眼镜男，他拿出饮料让他们2个先喝口水。公寓代表劝说班长，既然他想活着出去见到家人，哪怕不想做的事情也得做了，让他将装作是人的感染者都抓起来。眼镜男在厕所抠吐，他知道朴院长是吃了药物才被感染的，而他从健身男那里得到了药物。以贤意识到他将药都放到饮料里了，之前的饮料也都是他送过去的，是为了让住户们都感染吗？想以此摆脱杀人罪。眼镜男却说只要他们2个死了就行，其他人只不过是附带的，只要感染者越来越多，治疗剂就会出来的越快，让他们2个在治疗剂研制出来之前就躲在家里好好过日子。以贤直接打开药盒将药吃了下去。新春震惊的让他赶快吐出来，以贤却说这只是消化药罢了，他早就发现了眼镜男的计划，所以便偷偷将药物换了。眼镜男气急败坏的扑向以贤，被新春制服。行车记录仪也拍下了他拿药的过程，他这次绝对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2人押着眼镜男出来，班长却拿枪对着他。财阀们已经优先注射了13号治疗剂，状态也好转了很多。会长听说13号药剂很难制造，数量也很稀少，让韩警官继续封锁公寓，等待感染者减少之后再开放药品。那些被感染的人留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韩警官也赞同，不管情况是否解决，有问题的人都尽快处理掉会比较好。就是像他们这样的人，会长毫不畏惧，示意手下上前，却被韩警官打倒在地，血液滴落在地上。财阀们再也忍受不了血液的诱惑，纷纷扑向他。中尉向韩警官禀告，高层的病房里出现了集体感染。韩警官说他将13号药剂偷偷拿给了他们。中尉想到那批药剂明明都失败了，已经在全部进行废弃处理。韩警官吩咐中尉将他们都活捉回来，继续做临床实验。握住妻子的手，安慰他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了。以贤发现眼镜男在他家里翻箱倒柜，猜到他是在找药物。眼镜男认为他的妻子就是靠吃那个药才活下来，如果遇到危险，他也要吃那个药物自救。公寓代表通知住户们一起开会讨论。新春忍无可忍，让他们要开会就去公寓代表家，反正他家里空空如也，就算这里全部的人都进去也很宽敞。以贤劝说新春冷静一点，住户们也打算去看看公寓代表家。班长让以贤安心在家隔离，过几天没有状况，他们也会放心了。以贤叮嘱他小心那些人，他们并不值得信任。安德鲁来到5楼告知新春，住户们正在计划怎么赶走他们，还说要把他们的水和食物都抢走。新春拿着水果刀冲了上去，
眼镜男见状想要夺过刀，被新春一脚踹飞。新春拿过班长的枪对着他扣动扳机，但是警察的第一枪都是没有子弹的，眼镜男都被吓尿了。新春认为事已至此，不如直接找出真正的感染者。虽然他们能忍住口渴，但是对鲜血没有抵抗能力，拿着水果刀准备割开自己的手掌。以贤及时出现，夺下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掌。新春赶忙帮他包扎。以贤用鲜血试探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收银员突然发作扑向他，新春和以贤一同将他制服。住户们都惊慌不已，两人将收银员安置在健身房，让班长留下看守。他先带以贤回去处理伤口。这时收银员恢复了清醒，以贤让新春先去询问状况，他可以自己回去处理伤口。新春询问他是在哪里被感染的，还是也吃了健身房的药物。原来他当时在超市就被感染了，躲避感染者的时候腿被割伤了，担心被他们知道就不能进入公寓。新春询问安全通道里那条沾血的毛巾是不是他扔的，收银员否认。班长听到高尔夫球场传来声音，牧师正劝说短发女的哥哥出面指控新春被感染了，回头看到新春的身影，立马吓得落荒而逃。牧师回到家，看到带血的刀和满地的血迹，忍不住想喝水，擦拭地上的血迹时，再也控制不住对血液的欲望。班长觉得很愧疚，所以打算就去健身房那待着。新春让他打起精神，以后有烦恼就直接说出来，将手枪还给他，让他不要再背叛了。新春斥责以贤的行为太过冲动，看着他的伤口心疼不已。住户们又聚在一起讨论，牧师以身体不适没来参加，清洁大妈也不见了。律师让他们快点找出感染者，不是只要用血就可以了吗？以贤将杯子和刀递给他，打算用他的血来找出感染者。众人都不愿意。安德鲁拿过刀划开了自己的胳膊，以贤拿着血液试探住户们，但是并没有人有反应。中尉告知韩警官，重症患者中有新的变异，感染者可以调整发病时间，在不被发现的时候发作。上面要他们尽快给出解决方案，但是很难抓获变异了的感染者。中尉给会长注射了镇定剂，可以保持10分钟的清醒，但也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韩警官告知他，他的葬礼已经办完了，民众们对于他自愿接受临床实验的事都十分赞赏，也有可能收到国家的功勋奖章。会长让他不要得意，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会变成他这样。韩警官询问中尉新春的血液鉴定结果，猜测如今公寓内应该有很多重症感染者。中尉这才意识到，这才是他封锁公寓的真正原因。想要再知道在自然状态下病菌是怎么变异的，把它当作积攒病菌的培养容器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会出现抗体。韩警官让他将公寓的门留出能出入一个人的门缝，那么感染者就会自己跑出来，就将他抓获进行研究。新春找到口罩男，拜托他分享一些户外生存用品，也想讨要一些水和食物。他将收银员安置在天台上，询问他当时有没有喝健身房的水，是否还记得有谁喝了。短发女哥哥不敢让以贤靠近他，只要和人接触过近，口渴的症状就会越来越严重。以贤想到昨天牧师也在这里和他聊了很久，他当时却没有感到口渴，并且当时感染者也没有扑向牧师。牧师不停地做着祷告，却控制不住对墙上血液的欲望，闻着垃圾桶里纸上血液的味道。这时公寓代表将血液带了回来，想要抓住感染者，挽回他在公寓的地位。公寓代表回到房间，牧师再也忍不住了。公寓代表出来看到丈夫嘴上的血迹，惊声尖叫。新春告知以贤，当时的健身房的水牧师喝过了。以贤也意识到当时感染者没有咬他，是因为他已经被感染了。两人前往公寓代表家确认，公寓代表躲在房间内，质问他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。牧师也曾吃过药物，一直在拼命忍耐着，也尝试过喝自己的血止渴，但是都没有用，想着干脆自首去健身房隔离。公寓代表担心这件事情被人知道，就更没有可能成为住户代表了，让他就待在房间里，会每天给他送饭。突然外面没有了声音，打开门，家中也没有人影。新春和以贤来到了这里，以贤进去屋内查看，新春似乎察觉到了异常。牧师已从安全通道逃离，看到眼镜男后疯狂追赶他，眼镜男冲进屋内，律师男和长发女衣衫不整在家里，眼镜男没有来得及关门，牧师直接冲了进来。新春赶到却难以抵挡，以贤再次隔开自己的手掌吸引牧师，两人终于合作将他制服。眼镜男偷偷打开阳台的窗户，引诱牧师过来，牧师直接从楼上摔了下去。公寓代表赶到这里，看着楼下丈夫的尸首，认为是新春和以贤害死了他。律师男担心眼镜男已经被感染了，让长发女去他家住，但长发女知道眼镜男是假破产，他的钱都存在了银行，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都抢过来。长发女回到眼镜男家中，四处翻找想要找出密码的线索。新春重新给以贤包扎伤口，虽然知道牧师的死是一个意外，但还是觉得很难受。公寓代表看到丈夫的尸体还在楼下，此时有人敲门，打开门却没有人。清洁工夫妇来到新春家，向他们讨要水和食物，甚至还将收银员的水都抢了过来。看到上面写的15楼，猜测他家里一定有很多储备。新春担心他们都会去骚扰口罩男，住户们都聚集在15楼，让他将资源分享出来。新春和以贤赶到将他们赶走，他感到很歉疚，都是因为他的拜托，他们才会找上门来。以贤看到他有很多储备，希望他能分一些给住户们。口罩男告诉他们，敬老堂下面有个紧急电源，如果将它打开，整栋楼的水电都能恢复，但是发电机的声音特别大，很容易把感染者都聚集过来。关于是否分享物资，明天早上再给他们答复。新春找出他当时在特警队研修时收到的衣服，打算送去给口罩男以示感谢。韩警官妻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想要先将孩子生下来，叮嘱丈夫千万不要放弃他们的孩子，夫妻俩都十分痛苦。中尉告知韩警官，已经不能再推迟生产时间，必须要做出选择了。韩警官原本想要放弃孩子，但是担心流产后妻子的身体机能衰弱，感染状况可能会变得更严重。中尉让他必须在2个人当中选择一个人。韩警官从来就只有一个选择。中尉告知他，新春的血液分析结果出来了，在里面发现了抗体。以贤在卫生间扯开衣服，胸口的伤口已经发黑，是那时和牧师打斗的时候被抓伤。新春拿出自己的特警队限量服装，准备送去感谢口罩男的帮助。来到15楼，口罩男的家中却并没有关门。韩警官通过对讲机告知以贤，并没有在新春的血液中发现抗体。出于人道主义，决定接纳封锁地区里的未成年，可以让小女孩离开公寓，但不知道该怎么从公寓里送出来。以贤提议让新春护送小女孩一同离开，韩警官同意了，但是要尽力配合他的工作。
以贤说和新春商量后再决定。中尉不明白韩警官为什么连以贤都要瞒着，韩警官疑惑他为什么不想一起离开。以贤来到15楼，桌上的纸条写着，他曾放下无法挽回的错误，想待在家里咬牙坚持，可是已经无能为力了，所以想去公寓外面寻求帮助，剩下的物资都可以给住户们分享。两人对比他之前的自己，发现并不一样。以贤发现了一袋粉末，那是用来放在卫生间除味用的，并在他抽屉的药箱里发现了蓝色药物。新春不理解他一个宅男怎么会想要出去，猜测有人拘禁了他，目的就是想要抢夺他的食物。两人回到15楼，发现住户们都围堵在口罩男家门口。安德鲁说一大早就看到他出去了，虽然没有看到脸，但是穿着防疫服的应该只有他。以贤只好打开门，住户们看着纸条，知道他已经同意分享食物了。清洁工夫妇上去抢夺食物，被新春制止。新春让他们只能分一小部分物资，担心口罩男孩还会回来。公寓代表和清洁工夫妇找到眼镜男，他们不想再因为生存必需品而受折磨。眼镜男让长发女先离开。夜晚，以贤看着水杯里的水却不敢喝。新春走出房门，发现以贤不见了，询问班长他去了哪里。以贤正坐在门口，想着和新春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，看了眼自己持续恶化的伤口。此时新春出来，他只好装作散步回来。新春发现对讲机可以用了，尝试联系韩警官，却没有得到回应。询问以贤刚刚和韩警官说了什么，他的身上是否有抗体，发现他的伤口又渗血了，赶忙拉着他进去重新包扎。以贤说韩警官出于人道主义，可以让小女孩先出去。新春担心外面也很危险，以贤提议让他也一起出去，有他的陪伴，小女孩也能安心。新春让以贤也一同离开，他们先去确认外面的状况，再接小女孩出去。韩警官说口罩男并没有离开，可能还藏在公寓里。两人来到11楼查看，在桌上看到了口罩男的水杯，卧室里也传出奇怪的声音，正是律师男和长发女。律师男解释只是在帮他做法律咨询。新春警告他们不要再来这里了，让他们将水壶也带走。长发女却说水壶不是他们的。新春来到另一间房间，看到一个被盖着的人，揭开却是惨死的清洁大妈。以贤发现他身上的粉末和在口罩男家中发现的一样。新春前去找眼镜男，以贤询问他们进来这里之前是否有什么异常。律师男回忆他们两人干柴烈火的来到11楼，也曾进去过主卧，闻到了水泥的味道，而且还有苍蝇，就马上出来了。如果知道里面有尸体的话，也不会留在这里的。新春将眼镜男带到这里，让他检查尸体的状况。短发女哥哥看着家人的照片，觉得他一直只对妹妹索取，感到很羞愧，拜托妹妹万一她有什么不测，一定要照顾她的家人。安德鲁提来2大袋食物，当作是之前短发女给他食物的报答，并让他们一同去11楼。新春让身为医生的眼镜男给出意见，眼镜男说他是被咬死的，脖子完全被咬烂了，从血液凝固状态和尸体的僵硬程度来看，死亡应该超过2天了，还尝试撒了石灰去除异味，并问尸体是不是他们2个一起发现的。律师男只好解释都是误会。清洁工夫妇告知以贤，安德鲁带着他们的食物逃跑了，让他马上抓捕他。公寓代表猜测是口罩男杀害了清洁大妈，也对应了他写的无法挽回的过错。律师妻子看到这一幕，对丈夫十分失望。清洁工夫妇完全不顾大妈的死，只一心想着口罩男的食物。看到安德鲁出现，气愤的直接扑过去打他。韩警官妻子病情恶化，无奈之下，韩警官想到了新春的试验药品。中尉担心他要是拿走的话，会被上级发现新春的存在。韩警官单枪匹马抢夺下药物，注射进妻子体内，他才终于冷静了下来。中尉不知道该如何向上级解释他刚刚的行为。韩警官选择主动上报，他只是在妻子身上确认治疗效果，明天也会将新春带来。新春意识到以贤似乎在躲避喝水，住户们都排队等着领取口罩男家里的物资。黄毛将食物偷偷放在家门口，敲门后便离开了。因为清洁工不愿接纳安德鲁，以贤只好让他先住到15楼。安德鲁径直坐上口罩男的座位，却没有以往的局促小心了。小女孩不想让新春担心，躲在被窝里咳嗽。新春决定送小女孩出去，外面再危险，起码也有医生和药物。新春建议住户们不要独自行动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感染者。住户们乱作一团，以贤拼命忍耐着他们吵闹的声音，想到口罩男可能已经出去了，既然有出去的办法，说不定也能去外面找到食物和水。眼镜男认为还不如去地下打开紧急电源，这样就能恢复水电，也怕他们出去了就不回来了。以贤决定下去打开紧急电源。新春疑惑眼镜男是怎么知道有紧急电源的，他却说整个公寓的人都知道。以贤打算去电力室之前，先把小女孩送出去。新春担心发电机的声音很大，会将感染者全部聚集过来。以贤从天台的楼道下去查看，发现15楼的墙上有很多血迹。韩警官吩咐中尉让士兵们待命，如果以贤还没有联络他们，就直接冲进公寓。中尉担心公寓内重症变异患者的比例很高，如果没有准备好就进去，一定会有很大的伤亡。韩警官说只要新春没事就行。以贤打开对讲机，告知韩警官他决定将新春和小女孩送出去，下午1点会带他们去地下停车场，让他做好带走他们的准备，拜托他一定要让他们活下来。韩警官意识到以贤已经被感染了，所以才会想要送走新春。新春看着以贤的水杯里都没有水，单独找到他。以贤告知他韩警官会在地下车库接走小女孩，之后他们再一起去电气室。新春发现以贤的伤势好得太快了，也不喝水了。以贤拆开纱布，说他的伤口又更严重了，可能是看到尸体被吓到又裂开了，其实是他自己偷偷又将伤口割开的。新春打开对讲机，让韩警官准备抗生素和消毒药品。韩警官告知他，口罩男并不在外面，可能还藏在公寓里，叮嘱他千万要小心。两人来到15楼，敲门也没有回应。打开门，安德鲁已不在这里。此时中尉告知新春，刚刚收到了公寓住户的身份调查信息，有件事很奇怪。以贤去寻找安德鲁，看着门口的电录箱，似乎察觉了什么。原来安德鲁的身份信息是顶替的，真正的安德鲁已经死亡，只是因为狂人病的出现，行政机构出现了停滞，才没有及时更新。新春询问他的脸上有没有疤痕，以贤打开电录箱的门，在里面发现了死去的口罩男。中尉说他的脸上并没有伤口。新春打开安德鲁的背包，里面掉出了口罩男的身份证，还有清洁大妈的工作证。以贤告知新春，口罩男已经找到了。眼镜男联合住户们协助安德鲁
成功闯进新春家重伤班长，并挟持了小女孩。以贤和新春赶到，安德鲁持枪带走了小女孩，随后让住户们都去健身房集合。公寓代表并不在意其他人的死活，只关心能不能拿到物资。短发女和律师妻子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。公寓代表担心他被他哥哥感染了，短发女气愤哥哥一直很小心，从未发作过，伤口也一直没有变化。公寓代表便让他们也去健身房集合。班长身中数刀，血流不止。新春帮班长处理伤口，以贤直面血液，只能拼命抑制自己的欲望。以贤拿出对讲机告知韩警官班长受伤了，让他准备好医疗队。但是小女孩现在被挟持了，贸然进来担心会有危险。他已经猜到了新春体内有抗体，让韩警官按他说的去做，新春才能平安出去。安德鲁让律师男照顾小女孩，自己走进屋内。以贤已经认出了他就是正在被通缉的杀人犯，当时他杀害了真正的严菊珍，顶替了他的身份进入公寓，甚至还杀害了保洁大妈。而当时眼镜男早就看到了安德鲁在处理保洁大妈的尸体，为了保命还给他提供了藏尸地点，教导他如何伪造尸体的伤口，让人误以为是感染者杀人。随后更是和公寓代表达成合作，打算利用安德鲁除掉新春一行人。新春询问安德鲁是怎么进入口罩男家中的，原来他当时谎称新春受伤了，找他拿急救药物，他就毫不犹豫地开门了，随后逼迫他写下纸条，将他残忍杀害。眼镜男还送上石灰，帮助他成功掩盖血腥味。安德鲁持枪带以贤夫妇到健身房，将从以贤身上搜出的对讲机扔给公寓代表，他尝试与外界联系，不料韩警官直接切断了信号。新春警告他们，外界已经知晓了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，之后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。公寓代表认为现在生存才是最重要的，命令以贤夫妇去打开紧急电源。新春让短发女和律师妻子离开这里，拜托他们照顾小女孩。班长担心自己也被感染了，拜托律师男带走小女孩。小女孩看到了桌上的武器，偷偷藏进了背包里。律师妻子看着冷血的丈夫，十分失望。小女孩想带着班长一同离开，但是她伤势过重，没有办法行走，只能拜托律师妻子先护送小女孩离开。黄毛自告奋勇，和以贤夫妇一同去往地下室。原来他只是因为无处可去，想回到自己的车上。两人来到电力室，打开了紧急电源，公寓内的电力都恢复了。发电机运作声响太大，担心会引来感染者，两人只能尽快离开。前方突然出现一大群感染者，两人夺命狂奔跑到门禁内，感染者们不停撞击着玻璃门。以贤猜到安德鲁会蹲守在电梯口，所以打算从隔壁栋进入，再从天台绕过去营救班长和小女孩。黄毛回到车上，车子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，感染者们瞬间包围了他，不停撞击着车身。眼镜男让安德鲁等以贤夫妇一回来就立即解决他们。公寓代表让他在事件结束后就离开公寓，并且叮嘱全部的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，他们并不知情。电梯内，以贤告知了新春，他的体内发现了抗体。韩警官带走小女孩只是借口，目的其实是想要带走她。电梯门一打开，一众感染者们都扑了上来，以贤用身体阻挡他们靠近新春。新春也终于发现了以贤的伤口，在电梯门关闭的最后一刻，将他拉了进来。以贤向新春道歉，他隐瞒了感染的事，让新春不要靠近他，一看到他就会心跳加速，口渴难忍。新春说他也是，因为喜欢他，抱住以贤眼里满是心疼。中尉向韩警官汇报，公寓内的紧急电源被打开了，韩警官让他解除停车场的封闭，等新春出来再封锁，告知他以贤也被感染了，如果威胁到新春的安全，就将他击毙。两人来到15楼天台，收银员帮他们打开了门。公寓代表和眼镜男正在瓜分以贤家里的物资，眼镜男走进屋内，用枕头狠狠地捂住了班长，但并没有将他杀害，随后在屋内寻找着药物。长发女还是没有找到密码，趁眼镜男在看电脑时，拿起高尔夫球杆狠狠地砸向了他。律师妻子让丈夫去楼下拿物资，趁他离开拔下了门锁的电池，将他隔绝在屋外。他已经彻底厌倦了这个男人。新春和以贤分头行动，新春制服了律师男，接回了小女孩。以贤将公寓代表锁在了卫生间，带着班长和新春会合。律师妻子拔下婚戒扔给了丈夫，一起坐电梯离开了。安德鲁迟迟等不到人，也察觉到了异常，准备前往天台。清洁男突然从后背袭击他，两人一番搏斗，清洁男肩膀被插了一刀，奄奄一息。新春一行人来到了天台，带着收银员一同准备离开。安德鲁来到了这里，持枪冲着新春，以贤扔出一个烟雾弹，护送着他们离开。新春看到以贤的血迹，才知道他刚刚中枪了。以贤将门锁上，说和新春在一起，他真的很幸福，很抱歉不能和他一起离开了。安德鲁朝门内开枪，新春只能躲避，看着伤势过重的班长，只好先带着他们离开。以贤假意将钥匙递给他，随后扔出了天台。以贤想到了初遇新春的时候也是在天台，天气也是一样的好，对他的爱意也是一样。安德鲁拿枪对着以贤，看着他的背影又觉得没意思，他杀人的乐趣就是看着那人最后临死的表情。不料以贤突然发作，疯狂啃咬他的脖颈。律师男被妻子抛弃了，所以来找长发女，却看到倒地的眼镜男。长发女解释眼镜男是高血压昏倒了，让他帮自己破解密码。眼镜男醒来拼命往嘴里塞着药物，长发女再次将他击倒，两人一同研究密码。公寓代表将门砸开一个洞逃了出来，拿着棒球棍准备前去天台。新春一行人成功驾车离开，感染者们追赶着他们。新春开出停车场，士兵们持枪包围了他们。新春举起手走出车内巷，韩警官讨要手枪，想要去救出以贤。韩警官直接给他注射1剂麻醉剂，见他还是清醒的状态，又补了1针。新春迷迷糊糊看到外面一片和谐的景象，并没有像韩警官之前说的那般危险。韩警官将以贤拜托班长带出来的手机交给新春，带他来到妻子的病床前。虽然暂时已经控制住了，但他还需要再次注射抗体才能痊愈。新春什么都愿意给他，只要他帮助他回到公寓。新春打开相册，看着以贤录制的视频，他并不是因为房子才和新春结婚的，只是想要和他待在一起，想等到大家一起安全离开后，再好好的对他说一句我爱你。新春看着视频泣不成声，新春决意回到公寓营救以贤，不断看着以贤的视频，拨打电话依旧是无人接听。遇到了来看望妈妈的小女孩，新春陪她一同前去，让她先在门口等一会。小女孩抵挡不住思念，还是冲向了妈妈。
新春连忙拦住她。小女孩妈妈为了不让女儿担心，假装她只是感冒了，让她好好听新春的话，安心接受手术。很感谢新春一直以来的帮助，拜托她再照顾她一段时间。随后让新春赶快离开，随后再也抑制不住发作了。新春看着她的样子，更加担心以贤的状况。韩警官询问律师妻子公寓内感染者的状况，小女孩其实已经察觉到妈妈被感染了，想着也是和她一样生病了而已，等自己乖乖手术后，妈妈也会痊愈的。韩警官告知新春，小女孩的妈妈苦苦支撑到现在，都是为了见女儿一面，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了，过2天只能移送到冷冻货车柜了，并且新春体内的抗体正在减少。随后将最后一支有效治疗剂交给她。上级前来准备带走新春，韩警官掩护他离开了这里，将治疗剂注射进妻子体内后，就缴械投降。韩警官帮他准备好了车和通行证。新春准备离开时，又折返回到了小女孩妈妈的病房，将最后一支治疗剂注射给她。中尉持枪对着他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用掉最后一支治疗剂。新春觉得他并不是特别的人，应该还会有新的抗体出现，而且以贤身边还会有他陪着，但小女孩只有妈妈了。中尉与新春互换衣服，掩护他离开这里。新春抱住他感谢他的帮助。中尉为了不让人怀疑他，让新春将他打晕再离开。新春果断打晕他，驾车离开了这里。上级气愤，韩警官放走了新春，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。要是抢过那支治疗剂，说不定他的妻子就可以挺过来。韩警官觉得他为了减少感染者，手上已经沾了太多的鲜血了，但从新春的身上看到，解决办法并不只有这样。韩警官给新春准备了出入证，他才得以顺利回到了公寓。中尉解释，新春是打晕了他逃跑的，猜测他应该会逃往海外，让他们去机场或者港口追查。韩警官却说他为了救她的丈夫回去公寓了，并且公寓内有了新的抗体，拜托上级让他负责此事，一定会将治疗剂带回给他。短发女兄妹帮新春打开了门，新春连忙询问以贤的状况，两人欲言又止。1天前，以贤恢复了清醒，离开了天台。公寓代表准备抢夺安德鲁手上的枪，他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。短发女看到了满身血迹的以贤，跟了进来关心他的状况。眼镜男苏醒后再次吃了药物，清洁工夫妇来寻求他们的帮助，被长发女拒之门外。眼镜男突然发狂，咬了律师男的手臂，长发女立马夺门而逃，律师男紧随其后。短发女哥哥看到以贤的伤势恢复的那么快，猜测他已经被感染了。以贤告知他们自己咬了安德鲁，担心他这种杀人犯被感染了的话会更加危险，所以需要先将他抓捕。3人来到天台，安德鲁却消失不见。眼镜男并没有被感染，只不过是吓唬他们罢了。他收留了清洁工夫妇。以贤找到眼镜男，询问他是否知道安德鲁和公寓代表在哪，警告他安德鲁现在很危险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眼镜男说长发女联合律师男将他打成了这样。眼镜男还想装作感染者，但以贤早就看穿了他，知道他是故意吃了这个药物，想要变成感染者。收留清洁工夫妇也是为了给他感染后提供血液罢了。清洁女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为了救活丈夫，将药物喂给了他。以贤来到老头家，得知黄毛还没有回家，公寓代表从电梯内出来了。原来他当时用棒球棍杀害了安德鲁，却从以贤口中得知安德鲁并不在天台。回到天台，发现他的尸体真的不见了，顿时惊慌失措。以贤来到停车场，看到车内满身血迹的黄毛，带他回到了公寓，希望家人的陪伴能延缓他的发病。老头看到儿子的伤势，心疼的带他回到了屋内。清洁工吃了药物，已经好转了很多，决定让妻子帮他拔出匕首，想要趁机霸占眼镜男的房子，联合妻子想要解决了他。眼镜男拼命逃脱出去，向长发女求救，但他并不愿意开门。以贤来到这里，眼镜男向他求救，清洁女却说是眼镜男做的，很害怕和他待在一起，拜托以贤带走他。眼镜男只能抱着笔记本离开，以贤将他隔离在健身房内。清洁工夫妇打算在解封之前处理掉眼镜男，彻底霸占他的房子。以贤看着和新春的合照，十分想念他。新春得知以贤还活着，满心欢喜的去找他。长发女悄悄的来到健身房，准备偷走笔记本，眼镜男一把抓住了他。公寓代表为了给丈夫报仇，准备联合眼镜男除掉以贤，但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就在他的眼前。眼镜男挟持了长发女，划破他的胳膊，将他推向了以贤。以贤将他推进楼道，回到了屋内，用毯子盖住头，看着手上的血液，拼命抑制住自己。新春来到这里，公寓代表似乎已经疯了，脑子里只有当上楼栋代表这一件事。新春一脚踢翻眼镜男，他又装作感染者的样子。新春直接一脚让他安静了下来，看着拼命忍耐的以贤，满是心疼。新春的到来让他终于恢复了清醒。新春不管以贤会变成什么样子，都决定和他在一起，随后吻上了他，两人紧紧相拥。韩警官和中尉赶往公寓，他从律师妻子这得知，短发女的哥哥并没有发作，伤口也没有恶化，猜测他的体内应该也有抗体。长发女央求律师男给他开门，进到屋内发现有网络了，不断尝试着密码，终于成功破解，但因为狂人病的事件发酵，虚拟货币价格大跌，已经完全是亏损的状态。黄毛一家3口隔离在家，看到军队冲了进来，开心终于得救了。韩警官查看短发女哥哥的伤势，看到已经结痂愈合了，告知上级已经发现抗体携带者。士兵们破门而入，将清洁工夫妇带走。以贤夫妇将眼镜男和公寓代表隔离在天台上，两人决定将口罩男的尸体安置好。以贤打开口罩男的家门，安德鲁出现持枪对着他，两人一番打斗，以贤再度中枪。新春听到枪声赶过去，安德鲁挟持了以贤。新春发现他被感染了，开枪射伤自己的胳膊，用血液引诱他过来。安德鲁发作扑向新春，被以贤一枪爆头。随后以贤因为伤重昏迷不醒，新春抱着他崩溃痛哭。公寓代表和眼镜男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随着治疗剂的成功研制，狂人病也不复存在，一切都尘埃落定。新春与以贤的幸福也开始了，两人携手过着平淡快乐的生活，幸福迎来了大结局。欢迎大家留言推荐好剧，下部剧我们不见不散。